只是请咱做伙来领受上帝话。记载伫新约圣经约翰福音第656到69节，白话语圣经第112页。新约圣经约翰福音第656到69节，白话语圣经第112页。其他版本咱请看原文。食我的肉，啉我的血的人，因点伫我，我也点伫因。亲像我的爸找我，搁我对爸来活，食我的要对我来活，也是安尼。这就是对天降落的饼，毋是亲像列祖在食玛纳也死去。食这个饼的人要活到永世代。这个话是耶稣踮伫加百农会堂来教示人的时所讲的。伊的学生中，侪人听到就讲，这个话真恶，治水会听因。耶稣心内知伊的学生，因为这个拗念，就甲因讲，这个是读爱恁的吗？实使恁看见人子上到伊原本的所在呢？互人活的就是神，肉体就无利益。我所甲恁讲的话是神，是活命。若是恁中间有无信的人嘛？因为耶稣对起头就知治水无信伊，治水要卖伊，佮讲，因为安尼，我捌甲恁讲，若毋是对爸互因，无人会就近我。对安尼，伊的学生侪退去，不过甲伊行。耶稣就甲12个学生讲：“恁也要去吗？”西门彼得应伊讲：“主啊，你有永活的话，阮要去找治水啊！阮已经信，搁知你是上帝的圣子。”这是要请本堂科托先凯牧师来讲道，伊的题目是“听会落去”。听会落去，咱同心来祈祷。天堂的爸，上帝，阮感谢你，互阮伫主日会当伫圣殿内面敬拜学了你。只是叫你的信心甲阮同在，互阮所听见的，各位兄弟大家平安。拄则主日学献的这条歌，静静听，有好听无？伫咱的生命中间，咱常常伫一个阶段一个阶段。咱拢会足意爱某一条歌，也是倒一条诗歌，也是倒一种音乐伫咧。伫细汉遮囡仔，因对静静听，因可能嘛真意爱，咱嘛真意爱。要毋过当咱常常大起来了后，咱可能会听无共款的歌，有人爱圣诗内面的歌，有人爱较热烈的迄个敬拜学落的歌。无论是安怎。倒一条歌是你目前你感觉你上意爱？为什么呢？咱有讲有倒一句话，伫你一生的中间，伫你过去到现在，倒一句话有深深来影响着你，改变了你的想法，改变了你的所想所做的一切。也是讲有倒一段经文是你真意爱，你拢甲藏伫你的心内底呢？也是讲，你过去听过遮侪人咧甲你讲的话，有倒一句话，也是有倒什么话，你听了感觉你真歹去接受，你无法度听入去的。也是讲，人咧讲的，你真正听无明白，你毋知伊咧讲什么的话无。其实这拢是咱徛伫咱咧听的人的角度来看，常常咱嘛徛伫咱讲的人的角度，咱会甲人讲一寡话。在讲的时阵，咱毋知对方有了解也无了解。像甲我甲阮兜的细囝咧讲话的时阵，有时啊伊无甲我应，也是无回答，也是咧讲话，我拢毋知伊到底有听到无。所以我一届甲问，一届甲讲。我想即个状况伫青少年的时阵搁较严重。我家己伫迄个时间的时阵，我嘛是安尼。所以咧，感觉咧讲的人感觉真杂念，真。一直讲，但是咱讲的人，咱会想，伊到底有听到无？也是伫咱的生命中间，有啥物人讲的话，你会听，
是父母呢，还是学校的老师呢，还是你的亲戚朋友呢，还是你的同学，还是你伫公司内面你的主管，你的甲你做伙的同事呢？到底什么人的话你会听呢？其实咱透过文字、透过讲话的这种方式，咱咧沟通。在沟通的过程中间，咱会将咱心内所想的这个心思意念，透过讲话表达出来，互人去明白，互人了解。但是听的人敢有听清楚？听的人敢有明白你要讲的话呢？即阵咧做生命教育的课程的备课内面，有一个小故事。咧讲有一个囡仔一直厝里咧耍。迄天有人试电铃，伊的妈妈就走去开门，门一开开，就对伊的囡仔讲：“叫爸爸。”这囡仔错一个，为啥这个人一出现，我来叫伊爸爸呢？这妈妈看伊无反应，佮甲讲一解：“叫爸爸。”伊就咧想：我为啥要叫伊爸爸呢？叫坐伫客厅的伊个阿公阿嬷看伊无反应，嘛甲讲：“叫爸爸。”这囡仔心内开始感觉。哪安尼？所以想了后，伊就走去甲伊阿公阿嬷讲：“多谢恁这侪年来甲我照顾。”啊，就佮走去门口甲伊妈妈讲：“多谢妈妈，你嘛甲我饲遮侪年。”然后挖头，甲开门，迄个门口迄个查甫人讲：“甲叫爸爸。”结果伊妈妈煞错一个，伊讲：“我是叫你叫爸爸，因为修理迄个便所的工人来啊。”所以常常咱咧讲话中间，咱有法度互人明白，也是讲咱听有对方咧讲啥也无。以色列的人，伊的历史内面，因敢有听上帝的话呢？创世纪内面，耶和华上帝甲亚当讲：“你爱生养济济，遍满全地，治理这个土地，而且这个地面上所生产一切菜、果子。”拢要互恁做食物，园内底所有树顶面结的果子，恁拢会当食。但是，迄个分别善恶，迄个树顶面所结的这个果子，你唔通食，因为食了后，你的日子一定会死。亚当敢有听耶和华上帝的话吗？当耶和华要叫摩西，你咧呼求。叫摩西的时阵，摩西伊随回应上帝，所以回应上帝了，上帝叫伊爱将以色列百姓带出埃及地，爱伊去见迄个法老的时阵，伊就开始讲：我是啥物人？我是啥物人？我有法度吗？佮讲，遮个百姓伊袂相信我的话，嘛袂听我所讲的，而且佮甲上帝讲。我是一个袂晓讲话的人，我讲话讲啊提提嘟嘟，可能伊嘛听无我咧讲啥。摩西敢有听上帝的话吗？伫旷野的时阵，百姓咧要求食物甲水的时，摩西真受气了后，用伊的竿拍石盘，石盘就出水。伫迄个时阵，摩西敢有听上帝的话吗？当耶和华上帝伫西奈山顶面咧讲10条诫的时阵，众百姓伫山骹，因有看见有听见，伊看见咧单位讲有死呐，而且听见迄个扫角的声，看见迄个山头咧庆烟，因惊甲尿尿喘，远远徛伫，伊就对摩西讲：“求你甲阮讲话，阮一定会听。”伫10条诫内面。耶和华上帝伫第1条讲：除了我以外，你袂当有别的神，唔通为着家己去雕刻偶像。以色列百姓敢有听上帝的话吗？当大卫伊伫上尾日子时，伊吩咐伊的囝所罗门来到伊的头前，伊甲伊所罗门安尼交代讲。你要遵守耶和华上帝所吩咐的，照着摩西律法顶面所写的来行主的道，遵守伊的律例、诫命，
法度。那呢，你有无论做啥物，无论去倒落，拢会当有上帝保守看顾。所罗门王敢有听大卫的话吗？伫《列王记》伫代志内面，有侪王拢咧带以色列百姓，引带因行头前的路，伫因的生活，伫因的信仰顶面，带这些百姓向前行。也毋过，上帝有缘透过侪先知，将上帝对以色列百姓迄个心意，一一透过这些先知来说明、显明，互因知。但是，这些王、这些百姓，敢有听这先知的话吗？上帝对亚伯拉罕讲：“你爱离开本地本族，甲你的厝。”爱去我爱你去的迄个所在，我要互你成做一个大国，我要赏赐福互你，地上的万族拢要因为安尼会得到福气。上帝嘛爱亚伯拉罕带伊的囝以撒去到摩利亚地，上帝所指示迄个山顶，要将迄个以撒献做祭。亚伯拉罕伫即个过程内面有听上帝的话无？上帝嘛甲约书亚讲：你要进入迦南地，你入去了后会面对侪战争。上帝嘛应允约书亚嘛详细甲讲：你要遵行摩西所吩咐的一切律法，毋通偏离。无论你去倒位，拢会当顺利。这个律法书毋通离开你的嘴，爱勉励思想，互你会当遵行这个册顶面所写的一切话，你就爱毋免惊，因为无论你去倒位，耶和华你的上帝一定甲你同在。约书亚有听上帝的话，也无？过去咱看见旧约内面遮侪人，有的有听，有的无听。那呢，咱敢有听上帝的话吗？其实，伫咱生活这个环境内面，我会记得，自我细汉的时，我就一直接受到一寡观念。这个观念，比如讲爱人定胜天，要功成名就，要衣锦还乡，你要有钱，你才有权，等等这些观念。这些观念，互咱含入一种追求世俗物质顶面迄种享受的内面。去追求有权利的这种欲望伫咧，就形成一种以家己最中心的一个使命。伫这款观念内面，咱的社会价值观已经改变了，已经改变成做以自我为优先、以利益最头前的一种观念伫咧。台湾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，拢未适伫这种观念内面。最近的新闻。常常拢出现一个社会新闻，拢是同款的。电视台一直咧报，一直咧报，咱互即个媒体深深去影响着。但是抑阁有真侪甲咱有关系、甲咱国家的前途、甲咱台湾即块土地有关的新闻，拢无去啊。咱要安怎来关心？咱要安怎互即世代的人来建立一个正确价值观呢？上帝话伫倒位？上帝话咱敢有听见？伫我过去，我出社会，我咧做汽车业务的时，我嘛深深受到这种观念的影响，所以我每日打拼，拢为着金钱，为着每个月业绩，为着要赚更较侪钱，然后就陷入一种无好的一种循环内面。我为着要赚更较侪钱，我暗时就爱去交际去应酬，我就爱去想办法，将对方落地仔内底的钱甲挖出来。迄种偏差的观念，滴到我的身体、我的生活、我的规个生活的时间，拢甲人无共款。虽然赚到钱，但是嘛失去侪物件。那呢，上帝话到底伫倒位呢？上帝话其实早就伫咱台湾这片土地顶面。咱长老教会已经伫台湾定居伫遮。已经有147年啊！所以上帝话透过过去最信仰的前辈，
其实台湾这块土地已经拢应该听过、看过上帝的话语。我细汉时阵，我伫幼稚园读的是教会所办的幼稚园。我国中的时阵读的是教会所办的学校。所以我咧想，可能我伫幼稚园的时阵，我毋捌，我毋知。但是我国中的时阵，我有印象，我有听过上帝的话。伫1996年，我第一届真正去接受到上帝的话。伫迄阵，教会一个长老送我一本圣经。伊送我这本圣经了后，伊伫头前有写哩讲，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。我厝内底的人伫后壁嘛写一段话，讲愿上帝的话语对你一世人，互你甲你厝内底的人拢受到恩惠。迄阵摕到这，我无明白，也毋知影到底这是啥物意思。虽然听到上帝的话，但是有听无到，有看无明白。过了解了后，伫上帝指示带领内面，我开始掀开我的圣经。但是我一掀开，迄阵无人甲我教，我一掀开就掀到利未记。我一掀开看，哪会遮多咧写啥物？看无，就甲藏伫遐。过了一段时间，因为上帝引带带领，互我开始来学习读上帝的话，学习来听上帝的话，学习来追求上帝的旨意。甲当我还搁咧学习，各位兄弟姊妹。恁敢有听到上帝的话吗？你敢有明白上帝伫你生命中迄个旨意吗？咱常常看到、嘛听到有人咧做见证，见证讲伊听上帝的话，佮照上帝的话去行。咱看到上帝伫伊的身躯顶，伫伊的家庭内面，因为迄个丰盛的稳定伫伊身躯，伊是一个真受祝福的。咱嘛知。伫这时，咱会当看到，会当听到，咱知影有上帝的话，咱若无去行的时阵，其实上帝悠然伫遐咧等待咱来转去到伊的面前。那呢，咱要安怎听上帝的话，咱会当明白咧？其实门徒敢真正明白耶稣所讲的遮个话吗？耶稣行侪医治的新历了后，有真侪人。为四过来到伊这边，来跟对伊。有一天到食饭的时间，耶稣问门徒：阮敢若有火地饼2尾鱼尔？耶稣甲摕来，祝谢了后，分互大家食。食了还阁有剩。耶稣甲门徒伫迄个时阵离开，往甲别往去。众人伫食饱了后，雄雄发现，耶稣甲伊门徒哪拢无去啊？就开始去找到了后，到耶稣有一寡对话。伫即个对话中间，耶稣知影众人因心内咧想啥物。众人咧想，有原是属伫即个世界、即个物质顶面的即种需要。所以耶稣就甲讲：我就是生命的粮食，到我食来一定袂枵，信我的人一定袂喙焦。是咧甲众人讲：恁莫敢若想着食。想到俗世食的物件，想到要满足你肉体顶面的需要，你那想的是爱去领受人迄个生命中迄个上深沉的迄个需要，就是对天来，即个对天来会当透过耶稣得到一切的满足。但是众人无法度明白，犹太人听到讲耶稣讲我是对天降落来这个牛的时阵，因就开始议论。因为因敢若看到耶稣咧行的迄个心力，甲耶稣所展现出来迄个能力，因无明白迄个中间的意义到底是啥物。耶稣就搁一解对因讲：伫过去，恁的祖先伫旷野内面食迄个玛纳，食了犹原是死，但是呢，我互你呢是永远的生命，来做一个比较。所以佮讲，我要所想事的牛是我的肉，是为着世人的生命所想事的。讲了后，这些人佮较无明白，就是我的肉这句话，互因开始起冤家，
争论起来。这个吧，佮代表是啥物呢？伊所讲的意义到底是啥物？伫约翰福音书一开始就讲，道成了肉体，住伫咱的中间，是咧表明耶稣是对天顶来的。透过耶稣，咱人才法度得到生命迄个需要，而且互人满足。犹太人犹原共款是伫迄个肉体甲俗世即个物质中咧洗衣裤转袂出来。耶稣共款，搁一届用属灵的角度咧甲因讲：我实实在在甲恁讲，你若无食人子的肉，你无啉人子的血，就无生命伫内面。这就是耶稣用伊的肉身进入到世界内面，陪伴咱人经历一切欢喜、快乐、哀伤。这是一个人性的表现。这个血所代表的是咱人的生命要甲上帝来结连，结连了有一个新的生命。讲完这段话，阮对于遐的侪门徒就开始真怀疑啊！因无明白，因唔知影。因就感觉讲，这个话真恶，字罪为听咧。这个恶伫汉语内面讲难，毋是讲这个字真，这段话真歹捌。伫原文的意思是讲，这个恶是感觉真粗的，真无欢喜，真讨厌的，毋是讲无法度了解，无法度明白的。所以，当耶稣讲即句话的时阵，伊的门徒听到讲爱食伊的肉、啉伊的血的时阵，完全是用俗世迄个物质的眼光来看的。在门徒真正无明白耶稣所讲的，所以耶稣搁一届讲，互人活的是信心，肉体本底就无利益。我要甲恁讲的话，就是神，就是活命。当耶稣安尼讲了后，门徒也是无法度透过耶稣所做所讲遮的代志，来明白上帝天父上帝要透过耶稣，互信耶稣的人得到永生的这个意义。所以迄个时阵，侪门徒就离开，无搁甲耶稣同行。咱敢有明白上帝的话吗？其实，伫咱这个世代，咱真幸福。因为过去有侪神学家，有侪信仰的前辈，因写了留落足侪册，互咱会使透过遮个册，咱会使明白了解上帝伫过去这段时间所讲的话，也阁有咱会当直接来读上帝的话语。当你读无明白时阵，咱阁有教会图书馆，咱会使去查考遐个册。那呢？咱敢真正有明白耶稣所讲的话，也是咱甲迄个时阵的犹太人门徒共款，咱目睭所看，敢若有迄个物质顶面的好处尔，心思意念共款留伫外表的所在。其实耶稣真用心，伊真辛苦的要将咱人带到正确的方向。不过因为咱人无相信，就无法度对耶稣来行。过去咱用家己的想法、家己的意念、利益来做大生的考虑。但咱今仔日，咱每一个人拢会当直接来读到上帝的话，看到耶稣基督的教示。但是咱敢有真正明白这个话的意义吗？也是讲，咱有一种某种的环境内面，咱会敢若想要听到对你有帮助的话尔，甚至用上帝的话来做背书，来断章取义，来满足家己的需要吗？耶稣甲咱讲，伊是上帝派来的生命，这个生命是对天降落来，无人袂当来接纳伊。就讲咱每一个人拢爱来接受。咱若要伫这个世间，咱要活了有意义，伫将来会当进入迄个永生的毋茫日。咱来接受耶稣，接受这个是真理。这个规本圣经拢咧说明耶稣是上帝透过耶稣咧听咱正人的这个真理，这个奥秘，咱拢爱努力来追求。有人讲，我有相信啊，我嘛有来教会啊。
但是却无去了解上帝话语内面的奥秘，无去追求属灵顶面的成长，敢若停留伫俗世眼光。咱人无法度完全了解上帝，但是任何一个心实有思想的人，拢一定会去信任上帝这个奥秘的存在。所以，当你听到上帝的话语，你听了，你敢若感觉讲，这个话真恶，字嘴会听的时，其实你会感觉真无爽快，感觉真无欢喜的时阵，这个时阵就是上帝要挑战你的性命，爱你莫阁用迄个俗世的眼光来看上帝的话语。教会伫过去甲即马，举办侪，互咱会当明白了解上帝的话语。最近一年来，咱嘛用研经释义，互帮助大家来了解上帝的话。其实耶稣为着要互门徒了解明白，互咱伫即个世代的人嘛会当明白耶稣伊要讲的代志，要互咱明白迄个对天降落的即个恩典的时，耶稣常常用一寡比喻，用一寡故事来甲咱讲。伊有讲99只羊仔的故事，有讲浪子回头的故事，有讲挂菜子的比喻，有讲天国的这故事，拢是要为着互咱的性命会当甲上帝结连做伙。我的大汉后生伫国小1年的时阵，我就开始甲伊伫暗时做伙读圣经，伫困之前来祈祷。在读圣经一开始，我就用教会主日学遐甲讲，囡仔一开始读，伊就无明白，就做侪问题的，就开始问。我就用我伫神学院所学的遮，用我所捌的遮的神学的知识，就开始甲解说。结果咧，哪讲，敢若哪讲哪袂清，因为伊的目睭一直拢雾看，拢敢拢听无。我就咧想，到底伊有明白我咧甲讲遮经文的意思？后来我翻头，转去到册房去找一寡囡仔看有的遐灵修的书籍，所以伫迄个灵修内底遐图、遐文字中间，伊会当明白了解。但是我即马毋知影伊到底有真正明白无？不过我相信上帝的话一定伫伊的心内啊！伊逐工读，上帝的话就藏伫伊的心内。我想咱嘛爱逐工来读圣经，互上帝的话藏伫咱的心内。各位兄弟姊妹，过去咱无法度真正明白上帝的话语，咱的性命敢若是用咱的知觉、情感、意念的方式来生活。这个是属伫肉体的性命，就是讲咱敢若知影安排，我今仔几点要起床，我今仔早起要食啥，我中昼要食啥，我要去倒位，我要穿啥物衫。拢是为着满足迄个肉体的需要尔。也毋过耶稣已经来到咱每一位的心内，伫咱的性命内面，伊为咱付上真大的代价，互咱会当照着伊甲上帝过好。咱的性命是属伫上帝，所以咱无应该干那有迄个知觉、情感，还是意念尔。咱搁要有包括迄个属灵性的部分，属伫上帝一切的活动。那呢，这种属灵的性命是袂朽烂，会得到真正的丰盛的性命。咱若要得到这个性命，咱就真重要的是爱接受上帝的话语，爱甲耶稣基督同在。耶稣基督来是一个祝福，伊为咱的性命定伫十字架埋葬。故我，伊嘛要叫咱经历同款的，定伫十字架，甲伊的同在，甲伊埋葬，甲伊同过我。那呢，咱所要做的回应，就是将上帝话语充满伫咱的生活内面，互众人拢听见、看见上帝伫咱身躯顶的迄种爱甲恩典伫咧。咱用行动来甲别人讲，所以。咱要安怎来甲人讲？教会其实每一年足侪时间，拢咧办安尼，互咱会当付出一个宣告福音的行动。比如讲，今仔下晡1点有一个咖啡福音伫咧，
伫即个时阵，咱嘛有去到文昌公园做医疗的关怀。伫后礼拜六，咱嘛有一个平安7月的音乐会。礼拜时阵，阁有林书豪的奇迹之夜。等等，遮个活动，拢是要互咱透过遮个工具，将上帝的疼传出去。所以，当西门彼得讲：“主啊，你有永生的道路的时阵，你有永活的话，阮要去找之最呢？阮已经是不知你是上帝的圣者。当咱知影彼得安尼回应的时阵，咱嘛爱真清楚知影，敢若有耶稣是一个永生的道路，无别个通跟对。咱同心来祈祷。全能的爸上帝，阮感谢你，你互耶稣来到阮的中间，道成肉体，透过耶稣，阮甲伊共坐倒，邻食、欢喜、快乐，阮的性命甲耶稣结连，嘛甲上帝立祝福。为着安尼献上阮的感谢，我嘛爱伫阮的生活中间。常常将上帝的话语放伫阮的心内，将这本圣经内面的文理转化变做阮生活的行动，将这个文理活出来，活伫阮的生活内面，互人看见、听见了后，就明白这是上帝美好的旨意，伫阮的身躯顶有迄个疼、平安、喜乐伫地。感谢上帝，你互阮有这个福分，会当跟对你，会当得到满满的祝福。这是我们用主所教示阮的祈祷文，同心来祈祷讲：愿伫天里的爸，愿你的名显，你的国临到，你的旨意伫遮，伫地亲像天里。阮的日子今仔日阮赦免阮的过犯，亲像阮也赦免过阮的人。无伫犯阮入去试，就救阮脱离迄个歹，因为国、权力、荣光，拢是你所有，代代无尽。阿门。